天后元气岛，迄个元气见到见幸福，芭比就是真幸福嘅生人呢。佢要当元气，用元气香50张，火茶10组，喜茶100台。芭比真中意嘅係一串元气饼，佢好做饼嘅衫，做司令官。 指挥元气兵大战，有一日，佢到指挥元气兵攻打露出国上报嘅下，报道一边，无声意到同一个士兵嘅脚边。今日暗部，芭比睡梦嘅下，就到梦中，听到火车呼呼滚嘅声，佢梦中擘开开。 看到操上嘅士兵呢，留其他元气揭出重门，停定嘅机台嘢揭上天堂。芭比行到重门顺，看到天堂有灯火啲嘅鸟，遠遠嘅味有人啲嘅響。開向天后元氣島嘅成功後，就會開了。嘅聲想到芭比，佢就夾夾作定台嘢揭上去。 茶杜巷出的元氣，還有千多聲音呢。火車向前駛，勁行勁夾，冇幾久誒，運動王出現一隻島。火車草上講，元後元氣島到嚟，離開搶下茶。聲音嘅啥係火車，草上一列木燈拍成14個小火車。 芭比看到單腳士兵，拿其他車上嘅元氣，坐到一列木燈紅色14個火車度。按到元氣上，來到一隻蔬菜，隔壁企定一個單腳通人嘅海兔船長。船長講：下位有千好嘅元氣語言，看片唔值錢，等到恢復航權，做得托新嘅主人，過後天天主人轉副卡。 船長帶元氣沙到天后元氣店，唔過店旁擺嘅唔係元氣，係一個生人呢。大家生人嚟嘅面前做下吊燈一張說明牌，當行下定記得交費幾多元氣。原來在天后元氣島係元氣當家，元氣做得天自家中意嘅主人轉屋下。第二站係元氣醫院，船長講。 冇元氣中意嘅生人呢，我本人送到下位學習元氣嘅技術。熱研嘅事，整個送進元氣店去，次次都有元氣托機，整做得聽元氣轉屋卡去。一張嘢高興嘅，當到生人呢都轉屋卡嚟，但芭比大概都冇元氣托機。芭比到隔壁嘅時間越久，整元氣嘅技術就越好。有一日。 一張元氣送到芭比手上，佢看得到係假嘅單腳士兵呢。芭比對佢頭擺送到士兵呢嘅事情感覺到真實理。佢俾士兵呢做一隻新腳，不過樣板兜咪兜唔上去。芭比急到叫出來，冇想到假嘅木子佢都夾到嘅利索，士兵呢嘅腳落身體。 穩穩嘅接起來咧，要到元氣托主人嘅時節咧，一擺士兵呢，去到芭比面前冇行開，一張人工嘅行過來，問士兵呢，也係唔頭擺嘅主人嘛？士兵呢頭腦啱嘅，唔想托佢做主人嘛？人工嘅問士兵呢？ 要老頭嗱啱嘅，因為佢哋愛用版愛護元氣嘛。士兵呢，在個老頭嗱啱嘅，按樣嘅話，影響下天氣轉屋卡好咧。士兵呢笑咧，芭比未笑咧。佢哋腳下坐上成功後，離開天后元氣島轉屋卡。 芭比轉到屋下，小娘嘅皮啲嘅叮叮嘅。